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 Travel Expert 一間主題店，呢間係佢哋第一間郵輪主題店。喺出邊望到呢間鋪頭嘅裝修已經非常之吸引，店內嘅裝修充滿郵輪元素，儀式感滿分啊！我今次專登嚟呢間鋪頭，主要就係想為我下一個郵輪假期作出一個選擇。佢哋咧真係好 pro 噶，知道我之前去過故宮博物館嘅埃及展覽，特別推介咗呢一個好吸引嘅11日埃及尼羅河郵輪之旅啊！呢一個郵輪喺2024年先係全新下水，載客量只係得82個人嘅咋，所以服務咧就應該會更加個人化一啲。除咗埃及嘅行程，佢哋仲介紹咗一個令人振奮嘅消息，就係迪士尼郵輪即將首次喺亞洲啟航。呢一架郵輪係 Disney Cruise 裏面最大嗰隻，呢一艘充滿夢幻嘅郵輪將會提供3晚同4晚嘅航程，船上面仲有7個主題區，無論係大人或者細路，都一定能夠全日浸沉喺迪士尼嘅夢幻世界之中。如果你都想規劃一段獨一無二嘅郵輪假期，就等呢度嘅專業團隊為你打造專屬嘅夢幻航程啦！而家報名仲有限量版嘅 Disney Cruise 行李牌送，仲快啲跟落嚟報名！快啲同我一齊體驗郵輪嘅魅力，開啟屬於你嘅海上冒險啦！